呢個係舊大埔警署嘅舊貌，佢係新界首間永久嘅警署。喺1899年，殖民地政府咧接管新界嘅時候，喺呢度進行升旗典禮。你可以喺運頭角里向上行，沿山坡行上去，就見到一個好英式嘅歷史建築物啦。呢個係佢個外形。喺山望落去，見到大埔同埋沙田。窗係室、機樓室，呢張係床。石板後邊嘅係馬桶，呢個係食堂。喺警署望落去，見到大埔嘅景色。後邊有一笪好綠色嘅園庭。呢一個係佢食堂嘅外貌。警察嘅宿舍。警署而家嘅外貌。警署裏邊嘅古樹，呢個松樹，呢個樟樹，好值得嚟呢度去參觀㗎。